一个思念美地，仰望故乡的月，听着圣经故事，用生命见证结出人生甘甜。欢迎收听喜悦之节讲故事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播的厝边隔壁。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喜悦。今日的喜悦这节讲故事，要来甲大家讲圣经的故事。咱拢知影天地日头月亮，天顶的星是安那来，地上的花草树木还有动物又个是安那来咧？你敢晓得啊？无毋对，就是天顶的真神创造而来。当真神创造了第五天了后，伊看到地上一切拢准备好啊，就伫第六天用到顶头生造了一个人。是照着神家己的形象来做的。做好第一个人了后，就伫伊的鼻孔内底来喷一口气，伊就变做有灵的这活人咯。然后真神就帮伊号名，号做亚当。做好了亚当了后，神就讲亚当家己一个人住伫这个园仔无好，拢无伴来甲伊斗相共，我要帮伊做一个伴。就安尼，神就互亚当困去了。然后伫伊的鼻仔边来摕落来一支鼻仔骨，用到亚当这支鼻仔骨来做了一个女人，来带伊来到亚当的这边头前。当亚当看到神为伊做的这个女人，就来讲：哇，这是我的骨中骨，肉中的肉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伊甸乐园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乐园，园内底有真济无同款种类的树木，树仔顶悬结了真济各种色水、各项的果子。园仔中间呢，也有4条清澈的河水，鱼仔嘛伫水中自由自在来游水。一片青翠的青草地上有几只乌点，伫花当中飞来飞去，敢若亲像跳舞同款。天气清彩，飘着规律的白云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甲想看觅，伊甸乐园是毋是一个真好真水的一个所在？当这个亚当甲夏娃住伫遮尔水的一个乐园内底，因拢免辛苦来工作哦。伊只要管理着园中的这个花草、树木，还有动物。神爱亚当为着这个园仔内底的动物来号名，因此因就加做了这个伊甸乐园的这个主人。迄个时阵的这个动物，听众朋友足温和的哦，阁袂伤害人。亚当甲夏娃甲因拢相处了真好，真愉快。亚当甲夏娃伫伊甸乐园过着无烦恼的这生活，啊若巴肚枵，伊只要伸手将迄个树顶的果子挽落来，伊就有物件通食，都袂巴肚枵啊哦。这真神哦，是亚当甲夏娃的好朋友。迄个时阵，真神定定来到伊甸乐园来找因开讲。神甲因讲，园中的果子吼，拢会当凊彩挽来食哦。只有当中迄丛分别善恶树顶悬的果子是袂当食的哦。神讲，食了这个善恶果，你就的确会死呢。有一天，夏娃伫园仔当中来散步，不知不觉行到分别善恶树下骹，
伊看到树顶结了真侪果子。这个时阵呢，魔鬼伊就借着蛇出现伫夏娃面头前。伊甲夏娃讲：迄神真正无爱互恁食园中所有树顶的果子吗？夏娃就真单纯甲伊回答讲：对啊，园中的果子哦，阮拢会当食，但是只有这种分别善恶的果子，阮袂当食哦。蛇又搁讲这种树仔顶悬的果子色水遮尔啊水，迄一定真好食的啦！你戆戆啊！蛇伊就想尽办法要来引诱到这个夏娃。夏娃搁单纯讲袂用的啦！神甲阮讲袂当摸，嘛袂当食。蛇又搁讲园仔内底的果子拢是神要赐互恁的啦，哪会讲袂当食迄个善恶果咧？也毋过神讲阮若食即个善恶果一定会死呢。迄是因为食了善恶果，恁会变甲做巧的，神无愿意恁亲像伊遮尔巧啦。这个时阵蛇伊就安尼真干巧，不断想要来诱骗着夏娃。蛇伊就一直讲，愈讲愈超过软土深骨。结果这个夏娃听了蛇的话，都好亲像敢若真有道理。伊就看了树顶的果子，都真正有影遐好食咧。夏娃心肝头有一点这个动心咯。就安尼蛇看到夏娃安尼，搁进一步想要来诱惑到夏娃。夏娃，你可会才讲你是安怎买慢落来食看卖？你食落去嘛无一定会死啊！这个时阵，夏娃已经袂记了神的话了，伊就去骗去伊就伸手为这个树顶慢落来一粒善恶果，伊咬了一喙，夏娃就讲：那会真好食啦！阿东，你嘛来食看卖啦！食了这个果子会互咱变得更加巧哦。阿东伊就回答讲：有影真正食落去会互咱变得更加有智慧哦。就安尼，阿东伊嘛摕了一粒善恶果来食了，伊的目睭就明亮咯，才知影讲家己身躯拢无穿衫。这个时阵，夏娃伊就真着急来讲：阿东，免啦，咱无穿衫咧，这是要安怎见神的面啊？因就感觉真见笑，就将迄个园中无花果的叶甲挽落来，变成做一领衫，甲围伫家己的这身躯。这个时阵，一阵风为园中来吹过，真心来看因咯。阿东甲夏娃感觉家己无穿衫，真见笑，毋敢出来甲神来讲话，便走到树林内底甲闭起来咯。真心来到伊甸乐园，看无着阿东，便叫着：阿东啊，阿东，你伫倒位？我伫遮啦。阿东惊甲毋敢回答，安尼来无爱出来见我咧？我阿东已经紧张甲足惊，回答袂出话来了。真神知影阿东甲夏娃已经犯罪了，就问因讲：恁是毋是食了善恶果咧？我甲你讲啦，迄是夏娃摕出来互我食的啦。阿东就将这个责任来推卸互夏娃。无啦，这是蛇甲我讲的啦。夏娃又搁将这个责任来撒到蛇身上了。真神就相当的一个生气，就对蛇讲：上金咪毛，你爱用巴肚行路。
规世人拢食土。然后又搁对阿东甲夏瓜来讲，恁已经犯罪了，袂当搁留伫伊甸乐园，恁爱出去，爱家己劳苦来工作，才会当食第八足啊！就安尼，因就被赶出伊甸乐园。从此以后，神无搁再是因的好朋友了，伊嘛无机会搁再甲神来讲话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咱人类本来就是神所造的，做神的这个儿女，会当甲神过着幸福生活的这个存在，都因为讲这个始祖伊无守神的这个命令来犯罪，地主家个离开了神，咱就丧失了这个神后生的这个资格，甲永远的这个生命。就正讲，咱即摆生活遮尔艰苦，爱个汗流满面，但是迄个汗流满面嘛无一定生活会当有即个好的结果。所以，咱自爱这天父，伊怜悯着咱，按照着伊这形象所做这人类，为着要互咱会当恢复比以前更较完全的这地位，伊就开了一条得救的这道路，伊避了所有的这恩惠。等待着咱会当登到伊的身躯边。如今将做浪子的咱应该爱明白着咱天顶的这真神迄个存在。所以咱欢迎所有这听众朋友，你会当把握着机会，登到神的这厝内，领受着神的恩典，将做神儿女的这福气。今日节目要结束进前，希望要邀请咱所有听众朋友，甲咱做伙向天顶的真神感谢祈祷，向主耶稣圣名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祈祷，阮要来感谢俄罗你，逐工来保护着阮，互阮会当平安来享受着你的恩典。阮要来感谢你逐工的带领，互阮行伫你的天国道路顶悬无偏差。我嘛要来感谢你，赐予阮圣经属灵的话语，嘛伫各方面的艰难当中，互阮来知影人算不得什么，人只不过是一个软者又个微小低贱的人生。但是你却不断用着爱来疼惜阮，来操练着阮，互阮来长进，享受互阮真济有够用的恩典。因为你是阮的天父，最后，阮愿一切荣耀、颂赞、尊贵、恶乐、宽bình，拢归到你的名下，直到一直到永远。嘛愿一切平安、喜乐、福气，甲到圣灵的感动，拢归到喜爱你救阮的听众朋友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各位亲爱的好朋友，时间过了真紧，咱的节目嘛将近尾声了。如果你若介意今仔日的节目内容，想要查考更较侪道理，欢迎好朋友来到真耶稣教会参加安教日的聚会。订阅阮的节目，留言互阮，甲阮分享你听完节目的感想。嘛，毋望好朋友会当分享互你身躯边的人。感谢你的收听，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，我是希望咱后一回再会，平安。